好，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的心都能够坚定在神的面前，神也必定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能够得着重新得力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死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们对主说：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要坚定。当我们向主你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依然敞开在主你面前，求主你坚固，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
阮感谢你，愿阮的心坚定在你的面头前，让每一个伫主你面前得救的人，毋但得到平静安稳的心，嘛，互阮三甲会当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来得到勇壮的快乐。愿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24章32节到35节。圣经的话这样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节里面，耶稣他继续在跟随他的人，甚至在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面前，在不断的在提醒他们。其实在之前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里面，都一直在提到耶稣在对犹太选民的一个讲论有关人子降临的一个预言，而提到两个，就是对不信的人，他可能会意味着这个预言可能就是永恒的审判跟死亡，但是对于信徒来说，对于上帝的百姓儿女来说，却意味着是代表着是永恒的喜乐跟盼望，以及生命的拯救。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靠主更多明白上帝的话，也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谈论到预言，或者是谈论到他来，主再来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的经文，也就是针对在新约信徒里面当中，耶稣要对他们所说的做的一个比喻，有关于无花果树的一个比喻，而让更多新约时期的这一些信徒或者是跟随的人明白人子近了，人子要再来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在圣经当中提到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所以这句话呢，它其实代表着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树植物树，它只要在长嫩芽的时候，在发嫩长叶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也是一个生命可能会再继续蓬勃的发展、蓬勃的生长的一个迹象。所以呢，耶稣他做这个比喻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夏天近了。那夏天也就代表着在整个四季里面，任何的生物、植物动物，也代表着是蓬勃生长的一个时期。所以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就会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所以人的生命的丰富，也就代表着人子近了的时候，人也应该要如此，不是吗？所以耶稣透过今天的圣经节，在教导以色列百姓。其实耶稣做了很多有关无花果树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提到不结果子的被耶稣所咒诅，也就代表着不结果子的以色列国肯定就是预表的灭亡。但是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也就代表着以色列国的复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期待你的生命是复兴的，是丰富的，是富足的，是不断的拥有源源不绝的产业的生命，还是你期待你的生命是不断的堕落、失落、缺乏，甚至不断的失去，但是一直没有所获得的时候？我相信这两种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当然牧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像那个有钱人一样，我们要赚大钱，要如何如何，不是。牧师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就犹如耶稣所提到的，我们的生命是否就像夏天到来，人子近了，当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否就像夏天的那个枝叶一样，会发嫩长叶，
是不断的接受新的真理、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帮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源源不绝继续往前迈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让我们学到，从无花果树学到几个重要的功课。基督是代表着是那充满万有的，也就是基督代表着是赏赐人丰盛有余的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段话，圣经里面说，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是充满万有者？这万有者是谁？当然这个万有者代表就是基督啊。所以基督，耶稣基督乃是生命做主的王，而且基督是每一个生命体的重要的一个核心。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了解，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心，没有耶稣基督内住的生命，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面时常都是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做判断。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一生活在他的父上帝所给他的托付的使命工作，可是他所带给人的却是丰盛的，是医治，是从那个没有到有的，是不断源源不绝的产业，是生命的产业，不是外在世俗上是会朽坏的产业。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让耶稣基督内住在你生命里面，往往你很容易会为外在的人事物而剥夺掉你生命当中那个你最想要得的东西。所以圣经的话里面，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谁？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羊也翻译叫做人啊，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除了给你重生的生命，除了给你认识他之外，但我不晓得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得更丰盛，让你更喜乐，让你更有目标，更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外在的事物感到惶恐，感到害怕，甚至不知所措。曾经有一位基督徒，他常常因为很多事情来感到顾虑、忧虑，而且他为这些事情感到非常害怕，他就把他的事情、学习交托给上帝，甚至在上帝的面前就跟上帝求。但是上帝也应许他，也跟他说，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不断地提醒了他，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里面提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不晓得你是否也曾经在害怕、不知所措当中，相信上帝与你同在吗？甚至上帝会在你所遇到不公义的事情上面来为你做主吗？求神帮助我们，在每时每刻，在你生活当中，不管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公义的，是对的或错的，你们都学习，我们都一起学习，交托仰望神，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了解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一直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上帝是爱我们的主，上帝是爱我们的神，也是怜悯人的神。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学习在他的面前来交托仰望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心。我们求告神，也愿主你的话语坚固我们前面的道路，让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学习与主同行。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有伊做我的目标，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
求上帝伊的路来引带咱。我陪甲做做伙行，求上帝帮助咱甲伊相同行，是徛着信心，徛着仰望，徛着对主的听。因为主听咱，因为主帮助咱。伊的恩典真够行，我无自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但愿我心的完全。到永远，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开活。相信的祝福，足足满满。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永远袂散，予我心灵。愿咱的生命一生的中间有上帝甲咱做伴，一路上上帝的祝福也要教育咱用，愿上帝祝福咱。